各位同學、各位朋友，大家早晨。今日係2026年嘅4月25號星期六。咁回顧翻上個星期呢個5個交易日呢，就陰燭多過陽燭。但係啲陰燭呢，對比翻4月份呢，就越沽越高嘅又沽唔落，但係個買力向上呢，又未算好強，所以上個星期用嘅資料26,000好淡增持位，最高突破咗26289300，不過又過唔到660，去到544。但係跌翻轉頭咧，最低跌到629，即係去700附近，25700附近啦。佢又跌唔落，又走翻上600。咁即係話嚟緊下個星期究竟呢個600係支持還是阻力呢？咁而下個星期我哋香港嘅市場咧得4個交易日，即係我哋星期五係公眾假期，而星期三咧就係4月份嘅期結，星期四咧就係4月份最後一個交易日。咁究竟啲好友淡友點樣喺度互動地係升跌啦？結算對好友有利啊，淡友有利啊。咁我哋循例都睇埋其他市場，翻嚟再睇我哋呢個恒生指數期貨。先睇美國三大指數，道指靚，S&P 靚，納指都靚。而家夾硬話佢跌嘅話咧，就當然係好似太過主觀啦。嗱，陽燭都靚㗎，月線圖，月線圖爭呢隻道指未破頂。咁但係當然，因為而家個市場變化實在太快，咁有啲咩風吹草動令到嗰個市場急轉直下呢？係可以嘅。我暫時只可以講，唔知佢道指會唔會繼續創新高穿頂。總之守到個48323呢條最後嘅紅線，好友都係有驚無險。S&P 已經創緊新高，再跌翻出70460個6901，都跌穿埋6901係邊度？前黑頂都跌穿埋，先擔心佢由升轉跌。納指創緊新高，兩個底，前底9823988係邊度？即係呢度呢個黑棍頂入翻嚟988都跌，仲要連個22916呢度都跌穿埋，即係納指要沽穿攞呢兩條紅線都跌，大家先擔心佢轉勢。如果唔係嘅話呢，會唔會再令到繼續上去試25000或以上呢？大家下個星期拭目以待啦。到下個星期翻嚟做功課就知道噶啦。暫時美國三大指數係審慎樂觀，上證就算唔係話好好，都唔敢話佢好差，因為4月份揾到個底之後呢，一路都係升嘅。不過升到開始嚟到啲阻力位啦，41414197、4114呢度4141冇錯，呢度4141呢度睇下係咪寫錯先，4114冇錯。即係話呢，好友要破翻呢兩個黑頂，再升先有機會繼續創新高啦。但係就算唔創新高呢，上證只要守到呢個3983呢月份個底，守到呢個位都係有驚無險，有調整未轉勢，直接跌穿咗3983都跌，先擔心佢又下跌反彈再跌過，睇住個3983。暫時呢一刻去睇上證都係審慎樂觀。但啲金呢，就1月2月，而家3月就嚟行1月2月3月，唔係3月係4月啦。今年1月2月3月，而家第4個月，仲喺呢度唔上唔落，佢又未大跌，但又未大升。用呢個圖去睇呢，我都唔知點樣解釋俾大家知。不過不如用呢個圖去睇嗱，清晰好多。呢度就1月2號2026年之前12月尾，烏家高咗3日，跟住好友升咗21日，跟住呢度沽質再沽3日，呢3日明顯強過呢3日，跟住好友反彈都係21日，咁啊大家明顯睇到呢21日又弱過呢21日，咁即係話咧，暫時係淡友係轉強，好友係轉弱。好啦，呢度開始再跌，呢度跌咗16日，但係而家反彈嚟到呢度19日，日數多過下跌，不過仲係仍然維持住一頂低於一頂。咁而整體形勢跌穿咗個三角形，頂底嘅中間位，頂底嘅中間位，全部喺啲阻力位之下。如果咁樣睇嘅話咧，向下個估計係合理，估佢跌。但係而家呢度反彈完之後咧，呢度1、2、3、4、5、6跌咗6日啫。上次跌16日，
咁如果嚟多10日之後，即係話睇下去到5月中嘅時候，究竟啲金呢個底呢個底同呢個底守唔守得到？如果行多10日好，十幾多日都好，10日呢度曾經最低跌升到21日，俾埋21日，即係話而家6日，去到16日或者21日跌完之後，究竟睇下呢個支持佢支唔支持得住？支唔支持得住？支持得住，上次做2個底反彈嚟到呢度都支持得住咧，做2個底咧。咁就有希望反彈啦，即係話啲金暫時仲要喺個橫行區嗰度橫行，直至除非喺嚟緊嗰10日至到15日呢2個禮拜裏邊已經做咗穿呢個頂向上，或者入翻嚟呢個底喺下區度行，先至到時留意下，睇下會唔會向下突破，還是向上突破。而家暫時仍然係好淡增持緊啲金。今日跟住睇其他股票，700未靚。476係支持，52咧係阻力，仲喺度好淡增持，唔靚。阿里117.5做咗2個底，而家上緊去，守到128，128係呢個紅底，但你要突破埋140.5先得，暫時仍然好淡增持。不過阿里靚嗰隻騰訊1810繼續沉底，暫時一日升唔翻上呢個頂啊，最多話佢喺度守底或者築底，仍然未轉翻好。3690大陽燭。但係全部都仍然維持住一頂低於一頂咁樣嘅情況嘅話咧，暫時唔敢睇到咁好住，希望點跌呢個78個5毫半同埋73個6都做多個底，再企得穩上翻嚟呢個78個半，咁樣升一次跌，升一次都跌，再跌穿呢2個底都升翻入嚟嘅，咁先至當佢真係揾到個底，或者有機會反彈嘅力度強一啲啦。咁多隻得隻9618最靚，因為真係捉到個底之後。呢度111110而家上緊去，因為月線圖去睇咧，隻9618咧曾經呢度好努力地想做 V 型反彈，不過失敗咗。呢度而家想再做多次 V 型反彈，即係話睇下嚟緊4月尾，就算唔升都唔緊要，希望隻9618能夠守到喺呢個位118.2上邊度收市咧。咁對5月份就有利啦，而家暫時係118個半，仲要頂多4日先得。388仍然好淡增持，400、403係支持，416、420係支持，仍然好淡增持，有待突破。5號仔雖然唔算係好好，不過仍然4月份揾到個底之後都叫反彈緊。月線圖得一支陰燭，跟住又拍翻陽燭，除非呢度4日奇蹟地變翻陰燭，唔係嘅話咧，133、136係支持。曾經破過142.7，不過又跌翻轉頭，變咗而家仍然係142.7同埋148係阻力，仍然係好淡增持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啲股票有啲偏好，有啲偏淡，話佢好好又唔係全部好好，話佢好差亦都唔係全部好差。而我哋夜期咧又收翻喺26041，仲喺26000上邊，咁即係話睇呢個圖咧仍然沿用翻呢度26000、257同埋263，即係呢個區間，呢個區間。即係話呢個區間有一個好淡增持區，升穿289300，可以向好啲去睇，有機會令到喺26000上邊度結算嘅話咧，睇下你嚟唔嚟到試呢啲位啦。26289、26660、26888，但係暫時呢度都咁鬼大阻力，如果能夠去到26600上邊度收市咧，入唔到嚟呢個咧，喺呢度度結算嘅話咧，我都話啲好有叻仔。但係萬一不幸呢個增持可以失守，穿22370都跌咧，佢就落嚟試呢個位25400，最差嘅情況係跌穿咗25400去做結算。咁所以因為下星期得3個交易日，就星期3結算啦，所以星期一要睇4點半收市，唔好理夜期住。4點半收市係喺26000之上定係之下？因為呢日跌穿咗26000。呢日都跌穿咗26000去收市嘅話咧，如果星期一收市都喺26000度收咧，就跌咗3日26000咧，就小心對淡友有利。但係如果星期六可以上翻26000度收市嘅話咧，就算唔係對好友有利，即係好友頂多2日啫，就已經奇跌嘅話咧，希望到時就算唔係大跌，起碼有機會喺呢度結算啦。樂觀啲喺呢度結算啦，所以睇住個26000，成也26000，敗也26000啦。
好，今個星期做完功課，下星期會多咗一日假期，又到假期嘅時間裏邊再同大家做5月份嘅功課啦。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週日假期，拜拜。